你上，找有无？我四界拢去找过啊，嘛去找同学，拢无啊。但是一个查某囡仔，身体遐尼虚，啥物拢无做就走出去，我等会是去倒位啦？伊踏出这间厝的大门哦，都是甲断绝父女关系啦。你是要我讲啥伫内？你甲伊毋是父女，我甲伊原是母女。后来啊，第二个去找秀敏。喂。好落来，你莫去，阿哥家己去。卡萨，卡萨，卡萨！恶车业主。来这里哦。交给，交给。你说，叫你这个人不来找我，我搁抓准你变心去爱着别人。不是啦，你说，是嘞啦，你莫生气啦。你说，歹势啊！阮厝内就因为阮小妹仔离家出走的代志，母甲乱吵吵，我嘛试过咧斗做，所以毋则无闲来陪你。你小妹离家出走，啊，嗯，那不过这严重。我就因为阮倒送啊，因明知阮小妹足伤心，搁甲关伊厝内，叫伊来看破。唉，阮小妹仔，更毋是铁牌的心肝，哪有可能随甲过去拢甲放袂记哩？因倒送嘛是为着恁小妹好啊。为着伊好，我看是为着家己的面子啊。但你即摆看，为着面子母甲这个结局要两家煞体啊。既然厝内底发生遮尔大的代志，我看三十万的代志，你就先莫讲啦，较免惹恁倒送，搁较无欢喜。毋是啊，美雪，你放心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给我一丝仔时间，我绝对会找机会甲阮倒送要甲卡上讲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你莫遮尔紧张，我当然嘛相信你。我再讲啊，我遮尔爱你，不管你要我等偌久，我拢一定会等你。也是你上好。当然啦。送来叫来，落来送来叫来，落来送人啦。是啊，恁，恁啦，你买恁，我无你亲姐啊。好啦，所以来，我帮你红啦。乖，来，这张相。你收少啊啦，安尼才有够。这个济哦。歹势，有甲你弄着哦。李少爷，歹势，请问什么代志啊？什么代志啊？啥就问啦啊！哦，玫瑰啊！哦，你莫生气，我马上去叫。去！李少爷，你发现定紧去安大姐。我现在无闲啊。安怎生气啊？哟，莫生气啊！来，我陪你啉酒。李雪，毋是我爱食醋啊，咱拢要结婚啊！我若是想到你今日猪哥咧盘烂，我就挡袂掉。我知影你是因为爱我，毋才会食醋。我嘛想要赶紧甲你结婚，专心做你的家后啊。不过是你家己一直拖呢。好啦，莫生气，来请你食虾啊！
气死！怎么气死我？是安怎啦？你知影我拄仔伫酒家等有啥？啥？恁囝甲因查某朋友啦。美雪咯？啊，美雪啊，缀人去酒家啊？啊，都酒家，你有敢免踮咧酒家？哈？美雪竟然是春风阁的红牌酒女玫瑰啦！有这种代志哦？嘿，啊，明环咱这么糊涂啦，甲一个酒家女上好？啊，都拢咧讲白贼啦！什么去台北找朋友，根本就逐工去咧占酒家去，甲迄个查某旁抽啊！啊，搁替伊编一个可怜的身世，想要甲带倒转来。美雪看起来遐尔乖巧的查某囡仔，竟然是一个酒家女。迄个查某囡仔吼，一感觉有甲人客咧盘烂，一定非常当的手腕啦，下啼下哭，假死假活，搁极可怜，很上熬啦。咱这个死囡仔若转来吼，要甲拍到做到袂？唔通啦！啊，明花的故事你若甲拍干嘛？伊就规气不爱转来啊！啊，袂拍啊，袂骂，啊，无你是要叫我去救伊哦？高长，你甲阿哥身躯边毋是有足侪好朋友诶？即内底敢找无一个比迄个查甫较水的查甫囝？若是有吼，赶紧安排你上相亲啊！